期望咧未來嘅日子咧，能夠同大家繼續攜手同行，為更多嘅病人帶嚟希望同埋健康。你哋嘅專業精神咧，同埋愛心咧，深深影響到每一位嘅病人嗰個生命。公學過渡醫院60週年嘅院慶一個甲子咧，真係唔容易嘅，亦都希望咧喺下一個甲子，下一個60年度咧，過渡醫院可以繼續咁樣再創輝煌，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嘅優質醫療服務。多謝大家。咁亦都希望你繼續支持你哋屋企人咧，可以繼續為我哋醫院服務，等我哋將來咧可以更加做得好，可以服務多啲市民。我哋更加感恩係神帶住我哋去行呢條路，要經歷到上帝嘅愛。Cheers！祝大家平安喜樂，主恩滿溢。